各位網友大家好，如果我同你講有一隻 ETF， 你唔需要揀股票，唔需要睇新聞，甚至連經濟都唔需要分析，但你可以一次過投資全世界，包括美國、歐洲、日本，甚至係新興嘅市場，超過1萬間公司，全部幫你一次過買晒。呢隻就係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ETF， 簡稱 VT。聽落就好似好完美，好似買咗之後就可以咩都唔使理。但問題係佢究竟適唔適合香港人呢？定係其實背後有啲伏嘅地方你又唔知道嘅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詳細去拆解 VT 呢隻 ETF。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， VT 其實係咩嚟嘅？好簡單去講，佢就係一隻全球股票嘅 ETF， 即係話你買入一股 VT， 你唔係買入一間公司，而係同一時間買入咗成個世界嘅股票市場。佢係由 Vanguard 去發行嘅，追蹤一個叫做富時全球股票指數。你唔需要記住呢個名，但係你只係需要知道一樣嘢。呢個指數基本上已經包晒全球大大細細嘅上市公司，由美國最大間嘅公司到日本、歐洲甚至印度、巴西呢啲新興嘅市場啦。所以你可以理解買 VT 就等於買緊全世界嘅經濟。而問題就嚟啦，聽落咁分散，係咪就代表一定好安全呢？咁講之前，我哋睇下 VT 入邊其實係揸住啲咩公司嘅。簡單去講呢，就係好多到你都數唔晒，大約有超過1萬間嘅公司，由全球最大嘅公司到中小型公司都有嘅。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去最大嘅持倉呢，你就會發現一樣都幾重要嘅嘢，排頭幾名呢，其實都係一啲大家都好熟嘅公司噶啦，譬如有 Apple 啊、Microsoft、Amazon、Google 等等。而呢度就係個關鍵啦。雖然 VT 係叫做全球嘅 ETF 啦，但係實際上美國嘅市場咧係大約佔咗佢64%噶。即係話，當你以為自己好分散咧，其實都有一大部分錢其實都係壓住喺美國嘅經濟噶啦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係咁，我哋仲應唔應該買 VT 咧？咁接下來會同大家分析下 VT 究竟佢有咩好嘅地方，同有咩唔好嘅地方。咁我會先講咗佢有咩好嘅地方。第一咧就係佢係非常之分散嘅。你唔需要再諗邊個國家會贏，邊個市場會升，因為 VT 已經幫你買晒全世界啦。美國、歐洲、日本新興市場，當某一個地方表現差，另一邊就可能補翻。長期嚟講，你就會跟住全球嘅經濟一齊去行啦。而過去幾十年，全球嘅經濟一路都有發展緊，變好咗嘅，因為科技進步下，人口增長，企業不斷去擴張，呢啲因素都長期令到市場不斷向上升。而當你持有 VT， 你唔需要去估邊個國家會跑贏，亦都唔需要預測下一個經濟嘅強國係邊個，因為只要有任何一個地區開始好快咁樣增長，佢自然會喺指數入邊佔嘅比例就會越嚟越高。換句話去講呢，你其實係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去捕捉全球經濟最終嘅贏家，而唔係靠你自己去估。最後一個原因呢，就係操作上好簡單，因為你唔使去研究10幾隻 ETF， 唔需要去平衡個資產，唔需要每年去調整個倉位，你只係需要做一件事，定期買入，然後長期持有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其實最難就唔係揀邊隻股票，而係可唔可以長期堅持落去。而 VT 嘅設計咧，就可以幫到好多投資者唔使諗太多。不過當然啦，越簡單嘅投資工具背後都往往有佢嘅代價。講到呢度咧，你可能都會覺得 VT 好似都幾好，但係現實層面上都有幾個地方大家要知道嘅。第一個問題其實就係個集中性風險啦。雖然佢就叫全球 ETF 啦，但係美國佔嘅比例都相對比較高啊，都有近64%。即係話其實成個 ETF 個表現都係好高度依賴嗰個美國嘅市場。如果美股長期跑輸，VT 其實都會好受到影響。第二就係雖然佢係全球分散啦，但係現實層面上佢嘅回報有機會被拉低，因為 VT 入邊咧有唔少比重係
非美國市場啦，譬如係歐洲、日本啊或者新興市場。如果睇翻過去10幾年，呢啲地區普遍都有幾個結構性嘅問題啦，經濟增長比較慢，人口老化，政策效率相對冇咁高，企業嘅創新能力都偏弱，所以導致成個增長就相對較慢。而美股就係另一個故事啦，過去10幾年基本上好大部分都係由科技嘅巨頭帶動，譬如係 Apple 啊、Microsoft、Nvidia 等等啦，咁呢啲公司都賺咗好多錢，推高咗成個市場嘅回報。所以你會見到純美股嘅 ETF 喺過去10幾年嘅長期回報其實係跑贏全球嘅 ETF VT 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過去發生嘅事，冇人知道未來會唔會都係咁。而 VT 嘅設計就係放棄咗去估，去用分散去換一個比較穩定，但係未必係最高嘅回報。所以如果美國繼續係咁樣一路領先跑贏嘅話， VT 就會跑輸美股嘅 ETF。但係相反，如果將來係其他市場崛起， VT 反而就會受惠。第三個問題就係心理層面上啦，因為 VT 係好平均嘅，你唔會見到佢突然間一夜爆升，回報都係慢慢咁樣嚟嘅。但係如果你見到其他人買中一隻股票，短時間爆升，你可能就會懷疑自己。點解我會賺得咁慢？呢種感覺呢，其實都係好多人會放棄嘅原因。即使你明知道長期投資先係理性，但係你情緒上好難完全唔受到影響。而最危險嘅情況就係你開始放棄原本嘅策略，由長期持有變成不斷轉倉追熱門嘅股票，追升跌。結果就係你唔單止冇追到升幅，仲可能喺高位入場。低位嘅時候又忍唔住賣咗出去，最後問題就唔係 VT 表現差，而係你因為覺得唔夠快而提早離場，而呢一點其實比任何市場嘅風險都更加真實。另外，因為 VT 係美股嘅 ETF， 我哋香港人買仲會有2個問題嘅。第一個問題就係有股息稅，香港人買美股或者美股 ETF 收息係要俾30% 嘅股息稅嘅，喺派息之前就會扣咗噶啦。譬如係派10蚊，你淨係會收到7蚊嘅啫。咁睇翻 VT 依一個息口就係 1.68 厘啦。咁如果扣翻30% 咧，個回報其實就會少咗大約0.5厘噶。第二個就係遺產稅啦。如果你持有美國嘅資產超過6萬蚊美金，因為呢個係免稅額，咁過咗呢個免稅額之後咧，就會有收稅噶啦。最高係可以被收到40% 嘅遺產稅嘅。呢個當然唔會即刻發生啦，但係對於一啲長期嘅投資者嚟講，係一定要知道嘅風險嘅。咁有冇方法去避免呢？係有嘅。咁常見嘅替代方案咧，就係考慮愛爾蘭註冊嘅全球 ETF 啦，譬如 VWRA 或者 iShare 嘅 ISAC ETF 等等。呢兩隻 ETF 同 VT 一樣，都係投資全球嘅市場。不過個分別咧，就係呢兩隻係集中多少少喺個大型同中型公司嘅，而 VT 嗰個分散程度就會比較高，因為佢哋連小型公司都會包含喺入邊嘅。呢啲愛爾蘭註冊嘅 ETF 個好處咧，就係冇美國嘅遺產稅，同時之間因為愛爾蘭同美國有協議，所以股息稅淨係需要交15% 嘅。另外補充多少少，呢兩隻 ETF 咧同 VT 仲有一個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呢兩隻係唔會派股息嘅，因為佢哋係累積型嘅 ETF， 即係話股息會係自動再擺翻落隻 ETF 再投資，唔會派出嚟嘅。最後就講下點樣買啦。如果你想買 VT ETF 咧，因為佢係美股嘅 ETF， 你就可以用一般支援美股嘅券商，譬如係富途啊、微牛或者 IB 都可以直接買到嘅。如果大家未開戶嘅話，可以睇翻我之前嘅教學影片，仲有迎新優惠俾到大家嘅。而如果你係想買 VWRA 或者 ISAC 咧，就要留意翻，因為佢哋係喺倫敦交易所上市嘅，所以你就需要一個支援國際市場嘅券商，譬如係 IB 先可以買到呢類愛爾蘭嘅 ETF。而如果大家係做完功課決定係想買嘅話，咁可能你就會問點樣買先好呢？我自己就會建議用平均成本法，即係每個月用固定嘅金額去買入，咁就唔使理市場係升定跌，亦都唔需要去估個時機。長期落嚟可以用一個平均嘅成本去慢慢咁樣累積資產。重點唔係你幾時買，而係你有冇持續咁樣買同埋長期持有。
最後就總結一下啦 ，VT 其實就唔係一個答案，而係一種選擇。如果你係新手，唔想研究股票，唔想睇財報，亦都唔想每日去追市場嘅消息，想全球分散，咁其實 VT 已經非常之夠用噶啦，因為佢做嘅嘢係好簡單，幫你買入全世界，然後跟住時間慢慢增長。當然，如果你有稅務上嘅考慮，亦都可以考慮翻愛爾蘭註冊版本嘅 ETF。無論你最後係揀邊條路啊，其實有一樣嘢都係比較共通嘅，就係長期投資從來都唔係靠揀得最準，而係你能唔能夠一直留喺個市場入邊。因為最後真正影響到回報嘅，唔係你揀咗邊一隻 ETF，而係你有冇離場。最後，如果大家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記得俾個留言、俾個讚同埋分享出去，同埋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Threads，我會喺嗰度定期更新最新嘅理財資訊同埋優惠情報。如果唔想錯過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